因此它就必然是基于价值互联网、价值网络。前面周博士也讲到过，同时也是基于区块链、数字钱包和智能合约。但是 Web3 在应用层面的代币模型和区块链和 Web3 的基础协议的代币模型，两个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。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是基础协议的代币模型，所以我们往往只看见一个 token， 不管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，它都是单一的 token。这个单一的 token 呢是一个utility token。之所以基础协议被设计成为一个单一 token，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基础协议应该全球统一。我们看见互联网的基础协议，全球只能存在一个 IP 协议，不会有两个。如果有两个，这个世界就乱了，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就要减弱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么走到像互联网一样，当区块链走向应用的时候，单一的 token model 就不再适应。像互联网一样，互联网当它走向应用层的时候，会有百花齐放的各种各样的协议，也有各种各样的应用。互联网在应用层面有上百种协议，但在最基础的层面，每一层都只有一个协议 ：IP、TCP、UDP、HTTP。因为全球需要用统一的基础协议来构建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的应用。那么，所以当我们走到在讨论区块链的应用或者 Web3 的商业应用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被区块链的基础设施的单一模型所困惑。这是一个单一模型给区块链的应用、给 Web3 的应用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困惑。这是我过去1年时间和很多的 Web3 的创业者们大家去交流的时候，我感受到的，也是在这样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，我自己提出了这么一个3 token 的3个代币的这样一个模型，可以很好的解决，不管是在技术，包括解决性能问题，还是说解决激励问题，还是解决合规问题，可能都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。那么这个 Web3 应用的3代币模型里面有哪3个 token 呢？哪3个代币呢？一个是有 NFT， 一个是功能性的 token， 所谓的 utility token。第3个是证券类的 token。我们3个代币共同的组成了 Web3 的一个经济模型，各得其所，各相激励，也同时激励相容。NFT 它所代表的价值是商品的价值，这个商品包括了产品、服务，也包括了各种数据。那么功能型的 token， 所谓 utility token， 代表的是一个使用权的价值，或者说我们换另外一个说法，代表的是网络价值，它获取的是网络效应的价值。我们在前期的我们曾经讲到过传真机效应，传真机效应，每个人买一台传真机，加入一个传真机网络，你可以使用这个网络，同时你也增加了这个网络的价值。但是这个传真机网络并不属于任何人，你不能把你一台传真机加入这个网络的网络价值，把它抽取出来卖给别人。所以网络价值跟股东价值是分开的，股东并不能够，公司并不能够去享受到这个网络价值。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，用网络效应的这样一个渠道去分享到网络的价值，但是这个网络的价值并不属于参与者。Utility token
第一次可以通过网络效应里面把网络的价值抽取出来，然后呢，让它标准化、份额化、金融化。所以我有一个观察，就是未来我们看到，当某一个 Web3 应用它有一个功能性 token 的时候，同时它也有一个证券率 token 的时候，一般的情况下，这个功能性 token 的价值会大于这个公司这个项目证券率 token 的价值，因为网络效应总归比单独其中某一方参与者它的效应要大得多。那么证券率 token 就比较好理解了，它反映的是权益的价值，是参与方其中某一个 Web3 某一个参与方他的股权、他的所有权、他的价值。